犁头尖、犁头草哟，还要确认呢。怎么一粒这个东西它颜色怎么有不一样的？这是要开花吗？用智慧镜头，刚刚有拍照了，用智慧镜头截图，荧幕截图。让你荧幕截图啊。刚刚拍照的照片，应该算照片，不是荧幕截图。那这样怎么？没有办法。